血糖值仲加低過食飯之前，外母一個月瘦咗5、6磅，減糖超支大法，減糖等於減重。苦瓜聖誕 hit 爆啊！終於輪到 Benny 我嚟 share 啦，順便上嚟同外母補貨。嗱，我就係等外母食咗1個月，話到明真抵得喎，先嚟分享俾街坊。外母有高血糖，餐餐一啲油水都唔敢有，真係唔敢啊！食多啖飯就即時飯氣攻心，好容易攰就瞌眼瞓。唔好話想食翻嚿餅啊！呢隻2004日出嘅日本定序苦瓜勝肽，唔係普通苦瓜咁簡單，每粒相當於50條苦瓜。我係話50條苦瓜好有益，由細就知道每粒等同50條，仲唔係普通苦瓜。佢係嚟自日本長壽鄉鹿兒島山苦瓜，獨家定序出嚟2萬個氨基酸，保留咗完整活性勝肽，4大穩糖複方專利，加變翻我哋嘅血糖。以前係血糖揸住我哋生活，而家有救啦，血糖穩定翻好多啦，全家都開心晒。我哋嚟實測一下外母食飯前嘅血糖，9.3都係有啲高。飯前整2粒苦瓜勝肽就 OK。趁外母食飯嗰陣，我就同你哋講多啲啦。呢個苦瓜勝肽佢有3個定序，係佢嘅專利嚟嘅。定序 number 58、59、60，佢哋分別有唔同嘅效果。58直接降低糖，59吸走入邊嘅脂肪，60就更加直接啦，包住我哋食落肚嗰啲糖分，阻止啲糖唔俾個胃吸收，食咗又唔驚爆糖啦。有苦瓜勝肽就可以放心飲飲食食啦。食完飯休息一陣，嚟實測一下外母嘅血糖。哇，血糖值仲加低過食飯之前。苦瓜勝肽係會促進 GLP-1 勝肽生成。台灣醫院有一種針叫列維固肽，佢嘅原理相通，都係通過 GLP-1 降血糖。唔想打針又驚有依賴性，日常可以 keep 住食苦瓜勝肽啦。除咗降糖，仲有一個神奇效果，知唔知係咩？係變瘦，所以台灣嗰隻又叫瘦瘦針。其實都唔神奇，就係日本好流行嘅減糖消脂大法，減糖等於減重。苦瓜勝肽都叫做口服瘦瘦針。total嚟講，佢有3降3升效果。降血糖、降血脂、降胰島素濃度，仲提升肌肉量、提升基礎代謝、提升飽足感。Benny所聽到話會咁，都心喐喐。主要係睇到外母1個月瘦咗5、6磅，成個人狀態都翻晒嚟，急住我留翻入俾佢，每日2粒，簡簡單單即穩血糖。快啲留言 PM 我哋，同外母一樣做個血糖單啲人啦！